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樱花少年 Q，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Q 生活。那么已经是很久没有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台搭载了 iOS 14 Beta 版的 iPhone 11。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WWDC。好，那么首先，不管你是 Android 或者是 iPhone 用户，你会不会一直长时间的整理你的 App 呢？那么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的，因为其实手机和人是一样的。就譬如说，我们会在工作的时候非常靓丽的打扮自己，出去玩的时候非常怎样的让自己更帅气、更漂亮一些。但是如果你是在家里的话，就很邋遢。那么其实手机也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第一页、第二页是有在整理的，但是到了后面的话，其实都是乱七八糟的，都不会去管它的。那么虽然不会去整它吧，但是我们也不太愿意让朋友啊或者是家人看到我们后面这乱七八糟的这种 app 这样放着，那怎么办呢？那么在 iOS 13的时候呢，确实是没有办法的，要么你就好好的整理它，要么就把它删除掉，要么就这样放着咯。好，那么到了 iOS 14呢，那么首先呢，这个作业系统的开发者呢就给你出了一个可以隐藏这些选项卡的一个机制，你只要点击这个勾勾吧，它就会消失不见掉。好，这样子点击完成之后，后面的页面就没有了，它直接跳转到一个 Apple 又一个最新的功能 App Library。那么因为这个 App Library 呢是一个人工智慧归档的功能，所以这些 App 呢是它直接给你自动集成上去的，你不用去管。那么如果说这个归档的 App 中有你长时间或者是长次数使用的 App 的话，其实它会给你把它放在最前方啊，然后就比如说 B 站啊、网易云啊，还有一个什么荔枝是我常使用的娱乐软体，那么它就会放在第一栏、第二栏和第三栏。那么第四个地方呢，就是集成其他 App 软体的地方。但是如果说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长时间使用的娱乐软体是哪几个，那怎么办呢？那么其实现在这个 App Library 呢是不可以支援到自己手动去放置 App 软体的。就譬如说我们现在按住，然后我们想要移动这个软体的话，那样。它就直接去了那个其他资料页面了，就不会让你看这里的 app 有一个互动啊，就直接比如说移动，只能到外面去，但是到里面来的话，你只能放在这个位置，不能动，看直接跳出来了。所以目前来说的话，App Library 是不可以支援到自定义的。好，那么再来，虽然说这个人工智慧的 App Library 的归档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如果说你还是想找一些其他的 App 软体，你还是需要翻这种页面啊，进入然后寻找你需要的 App 啊，那这样子还是很不方便啊。你想快捷的找到一个软体程式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呢 ，iOS 14也是为你想好了，你只要按下这个矩形框，或者是说下滑的方式，就可以进入一个搜寻分类的模式。目前中文的话，它只支援到以笔画来给你分类这个 app， 我相信以后会有拼音啊、注音之类的。那么各位有没有觉得 iPhone 这次的这个界面是不是有点像一款已经死掉的作业系统？是不是觉得非常相似？一款是搭载了 Windows Mobile 的 Lumia 950 XL， 一款是最新的 iOS 14作业系统，是不是特别像？有没有？好，那么说到像这个问题，其实 iPhone 这次还推出了一个叫做小工具的模块程式。也就是这样子的，譬如说你要添加一个天气之类的，我现在有添加这个天气哦。那么之后，Apple 还会加入很多的这样的小程式模块，也会支援到第三方去加入这种东西。但是现在的话，只有日历啊、电量啊、地图啊、什么股票，再来你的 App 使用时间这几个
类别，那么这个怎么说呢？也是似曾相识啦。就譬如说我们现在要加入一个小工具，长按这个空白处，还有点不灵敏了。OK， 进去了。好，现在点击添加符号。这个照片我还是打码了哈。点击地图好了。这个添加这个地方还是英文的，因为还是 beta 版。好，那么它有3种类型可以归你选择。首先呢是小的一个正方形，第二个是长的矩形，再来就是一个大的正方形。那我们可以选择，就比如说加一个小的添加。好，那么现在已经添加成功了啊。现在如果说我们要把它变大怎么办？在那个 Windows Mobile 上呢，是可以直接长按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个调整大小。那么现在这个 iOS 14呢，现在只能是bug 了，看见没有 ？bug 了。现在呢，只能是点击删除，再来添加，再添加进去，重新选择一个矩形的，再进去。那已经介绍差不多了，那现在呢，我就去打会电动，待会再见啊，拜拜。嘿，各位，其实我知道 Q 这个时间段肯定是在打游戏的，而且我明天肯定有事要约他，那我就不想让他排位赢，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我们看看他等下是什么反应的。嘿嘿，正在通话中。喂，嘿 Q， 你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打游戏啊。那你不着急吗？我之前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都很着急。对啊，但是我还是可以，怎么说，玩着游戏边给你打电话呢。我有升级 iOS 14现在就很方便，你也可以升级一下。哦，是哦，好像 iOS 14出了。现在可以边打游戏边接电话了吗？这样哦，那蛮不错的。嘿 Q， 你明天有事情吗？我想约你出来一下。OK， 那先这样子。拜拜。OK 看完那个小剧场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爽？现在别人打电话过来，你再也不用担心游戏打团战的时候会输掉了。那么当然的话，如果你想来点更爽的，就譬如说队友在游戏里面一直讲干话，怎么办？请做好准备，撤掉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全军出击。这队友在干什么啊？讲什么干话啊？不是他打不赢团战就怪他好了，你干嘛骂他干什么？真的受不了你们呢！好好打游戏不行，连他发育都发育不起来了。好看，马上过来了啦！完蛋了，鸡！不要吵了，可不可以？天天讲干话，讲什么干话啦？真的是。你不吵我都嫌得吵妈的啊！干！我操啊！美好的时光就是短暂。请我们好的时光就是短暂，请我们下一位。小哥哥请不要叫我小哥哥，我并不是很接受这个称呼请叫我中年大叔，好听。
就叫我大叔啊。你好，你刚直播吧？刚直播不久，那是给脸，就是你直播多久了？4个半小时。你平常看直播多少时间？每天4个月。好的，非常的好，非常辛苦，不辛苦。你可能现在说不辛苦，但实际上不要给我讲真话了。我知道，真不辛苦，好，很棒。OK， 在我这个去阐述一个观点的时候呢 ，Picture in Picture， 子母画面。那么这个有没有让你非常非常爽呢？自从拥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别人讲干话我不讲，哎，别人生气啊我还不气，哎，是不是？只是当你打开 B 站在看影片的时候，很可能那个坑货就变成你自己了。好了，那聊了这么多呢，影片呢也差不多要到最后的尾声了。那我把最后的重头戏就给了这个 Apple 的 iMessage 啊。虽然说苹果的发表会上还有什么 NFC 小程式，还有 NFC 开宝马5系车，但是我想去哪里去找个小程式，或者是说我要飞到美国去开一下最新的宝马5系车，是不是？我觉得蛮不错的。好了，那这次的 iOS 的 iMessage 呢，除了和之前一样有和 iPhone 用户之间传输讯息，或者是说传输音讯是端对端加密之外，这次的 iOS 14，你再也不用怕和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垃圾讯息把你朋友的讯息给弄得要找半天了。那么现在呢，你只要往右滑，就会出现一个黄色的置顶图标，看到没有？黄色置顶图标，点击一下10010就直接放到了这个置顶栏上面去了。以后朋友来讯息，你直接去看上面的东西，下面就不用管它了，是不是特别方便？当然你要移除的话，只要点击。怎么移除啊？长按，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取消定选，点击，没有点到 ，OK， 点击取消定选，它又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就非常非常人性化。当然，通讯软体这方面的东西的话，好像一直是被腾讯老大哥给捆绑的死死的哈，要么就 WeChat， 要么就是 QQ， 怎样？别的好像确实也没有人用啊。所以我就很不要脸的把中国银行给定选上去了。以后哈，一旦有金钱上面的事情，他就会提醒我。但是一般来说，他都是提醒我把钱放出去，没有进来的，是怎么回事哦 ？OK， 那么本次影片呢也到尾声了。首先我想要说呢。如果你是非常非常期待这次 iOS 14的功能的话，我推荐你现在可以升一下 beta 版啊。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些功能还并未成熟，还有很多 bug， 就譬如刚才演示了之后，这个主画面已经变这样子了，有一块什么模糊的东西了，需要重启一下系统才可以恢复正常。那我推荐你还是在等到手机发布之后再升级这个 iOS 14系统 ，OK 啦。那么本期影片到结束，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分享，还有按赞、评论。那么当然，如果你是 B 站用户的话，也可以点击投币和收藏。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